馬上就會彈出幾百家店鋪，銷量最高嘅一家一個月可以賣出超過500件。咁記者就留意到啦，咁呢啲座椅啦，大多數都係印有卡通圖案，有10幾隻款，單價喺40蚊到60蚊之間不等。從樣圖上去睇，結構並唔複雜，咁喺共享單車上加裝一根橫桿作為支撐，並喺坐墊嘅前方設有手扶橫桿，咁卡喺共享單車坐墊嘅下方，實現一車兩坐。唔少家長都有買嚟試試嘅諗法。你係接小朋友放學都幾好嘅，係嘛？係啊。點樣好啊？咁你咪我喺屋企出嚟，我咪帶住呢嚿嘢。喺晒出嘅效果圖裏邊，咁多個共享單車品牌都有買家售，唔少買家仲俾出咗好評。咁話兒童座椅啦，令到共享單車秒變親子工具。咁店家話唔需要工具，用手擰螺絲安裝就得㗎啦。好多嘅消費者都提出疑問，究竟而家係咪有廠商專門針對共享單車嘅尺寸而設計出新嘅兒童座椅呢？我哋帶住問題採訪好多家嘅網店店主，對方俾到我哋嘅答案都係否定㗎。咁既然冇商家去針對共享單車設計過座椅，咁呢啲產品裝喺共享單車上就未必係符合安全規定。記者留意到，咁多個買家喺留言中就話啦，呢啲兒童座椅裝好之後，經常會左右搖擺，有啲唔穩陣。咁店家就解釋，如果覺得唔穩嘅話啦，可以換其他品牌嘅共享單車試一試。但如果發生咗意外，唔屬於本店嘅負責範疇。咁皆因一早就已經貼出咗免責聲明啦。你就想想，我就賣30多塊錢的東西，你說你只要你真的出問題了，我能承擔什麼責任？你告訴我。如果比方說我要賣幾千塊、幾萬塊，我也買保險，那個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對不對？各大共享單車平台運營人員都表示，共享單車唔允許多人共乘，私自加裝固件設施違反用戶協議，應自行承擔責任。有律師認為，使用者如果發生安全事故嘅時候，店家應該承擔連帶責任。如果產生嚴重後果，仲可能會涉嫌刑事責任。各位家長最好唔好輕易買啲咁嘅嘢，根本都唔係固定廠家出嘅，嗰啲店家自己整落去嘅啫嘛。出咗事嘅話，大家都話唔關我事，大家都唔負責，害咗你嘅仲係自己，冇制啊！